接下来您看到这个场景，可能会让你误会是在唱片行，因为有一台 CD 播放机，还有像是歌本的一本教材。不过呢，这里是屏东科技大学的客家文化产业研究所。原来呢，这是教授陈和谐在校园里面所打造的全客语学习环境。同学们利用下课的时间，听听 CD， 念念教材，客语就朗朗上口。推广2年下来是大受好评。今天感动时刻，我们也带你来试试。下课钟响，屏东科技大学的同学们利用这个时间学客语。谁来耶？就在走廊旁设置了这个客语自学区，一台 CD 播放机加上一本教材，同学们就能轻松学习。是干你。跟着耳机里的内容朗读，客语单字片语很容易就记起来。像是这2位同学，虽然是客家人，客家话却不灵光。只要有时间就来学客语，因为就读餐旅管理系，他们说真的很实用。客人就会觉得，就是你跟他会变得很亲切，对，所以会对于我的职场上面，会对以后会比较有帮助。我们大学生嘛，然后只要是没有课空堂啊，或者是就是像下课时间都可以来这里学习这样。想出这一套学习方式的是屏科大客家文化产业研究所创所所长陈和贤，灵感来自唱片行里的视听设备，推动2年下来大受好评。社会科学学生是比较多，工学院、农学院还有管理学院学生来这边修课，所以我们在我们记录里面也都有他们的学生来这边使用。陈和谐是现任屏科大国际事务处的处长，2006年创立客家文化产业研究所，曾经成功推动6堆客家产业哈拉认证，让客家产品得以销往回教国家。陈和谐希望打造全方位的客语学习环境，就连等电梯的时间也不浪费，一抬头就能看到客家影音强力播放。走进电梯里，听到的也是客家话。还有这间客语教学中心，设备可以说是5星级。对国语坐高铁去台北，哪里买东西？不只是推动国内客语学习，陈和贤还希望能够吸引国外学生来到台湾进修，钻研客家文化。希望我们在东南亚的客籍的子弟呢，也来我们屏科大就读，所以我们也积极推广。校园里里外外都经过精心规划，最特别的是这个公布栏，传统建筑样貌栩栩如生。春联写的是刘氏宗祠家训：1等人忠诚孝子，2件事读书耕田，勉励所有学子都能秉持这样的客家精神。戴上耳机，客家语言朗朗上口，走进校园，客家氛围紧紧环绕。要让你爱客家，陈和贤绞尽脑汁，当客家意象远播伊斯兰，也传递一段感动时刻。